Hello， 大家好，我係華欣置業嘅偉哥。近期咧，啱啱咧政府又出台咗一個，即係話我哋市民佢所有係問政政府嘅，關於一個叫三大城寨，即係話佢都係深圳33號線嘅地鐵。佢做乜嘢改成三大城寨咧？地鐵改成城寨，因為城寨佢係屬於我哋當地政府嘅行為，建設會快好多。地鐵咧，佢係屬於中央嘅行為，要申報、要申請、要批准，所以佢冇辦法迫使，即係話迫使我哋深圳為咗同大亞灣形成無縫對接，佢就改成叫三大城寨。顧名思義啊，就係深圳到大亞灣嘅一條城軌啦、城寨啦。咁呢條線近期咧，政府又回答咗呢啲市民嘅比較熱心嘅咁嘅一個，即係已經回答到佢明確到明年26年咧，大亞灣段會開建嘅。因為點解深圳11個站咧已經到明年就可以通車啦？而家全部都差唔多建好噶啦，26年通車，大家可以官網 check 下。佢深圳咧最後即係話用細到東咧，佢就係最後一個站叫聚龍站。咁喺呢度開始接駁大亞灣，總共有3個站下。深圳有11個站，總共係14個站點嘅。咁好啦，首先嚟睇下呢個嚇，呢個係權威政府部門講，即係話回答呢啲市民嘅一啲問題啊。首先嚟睇下呢個睇得出㗎嚇，呢個係大亞灣嘅政府嘅。佢話關於三大城寨相關嘅諮詢係咁樣啊，一個訴求。佢話目前即係呢個咧就係市民嘅問答嘅問題。目前大亞灣嘅人越來越多，而且大部分嘅人咧對於去深圳嘅需求非常之大嘅。佢話請問三大城寨大亞灣段何時可以動工，可以開建？回覆咧，佢就咁樣回覆嘅嚇。政府話經過核查，該事宜涉及到龍勝五路，即係大亞灣段有一段路叫龍勝五路道路工程。該項目咧位於大亞灣嘅坪山河區嘅起點。接而家咧現狀嘅聚龍站，即係聚龍中路，終點咧接駁咧叫做係規劃係叫做希城西路。目前我中心正係進行呢個項目嘅前期工作，預計2025年6月份咧就可以開工建設。佢由於喺龍勝五路大亞灣段兩邊嘅銜接深圳邊界，大亞灣道路要完全形成之後咧，兩邊需由深圳方面建設完成後方連接至聚龍中路。我中心將協調深圳相關部門加快設施，即係話呢個就好明確，就係一個三大城寨嘅呢個問題。咁好啦，一講到三大城寨，我哋同大家詳細介紹下呢條，即係話號稱深圳33號線嘅地鐵嘅三大城寨啦。咁好啦，依家咧我就嚟大家睇睇。呢條咧就係三大城寨，而且咧呢啲係官網㗎，唔係我哋自己去畫嘅圖。佢呢個你去 check，佢話深圳機場至大亞灣城寨，深圳機場大亞灣坪山段初步設計平面圖啊。所以講可以見到成個三大城寨咧，從深圳嘅最西面，深圳機場嘅 T4 航站樓出發，一直途經咧。深圳嘅，你睇由西到東下，途經到有龍華、龍崗、坪山啊、寶安啊嚇，呢啲一直過去咧，就總共有14個站點，全長咧去到87公里。深圳段咧到聚龍站咧係69公里，再加上呢度有10幾公里。大亞灣有3個站點，深圳有11個站點。佢從中咧每一個站點咧接駁咗有19條地鐵線嘅，佢嘅時速可以達到160公里時速，所以講咧照咁樣計咧，佢從呢度可以開，比如講寶安呢度開始行到大亞灣先係40分鐘嘅可以到達噶啦，好快嘅。而且佢咧中間咧穿過深圳中間，從西到東有接駁19條地鐵線，呢個就係三大城寨。可以講深圳嘅大動脈之前咧。好多人話森林大道係咪先？從羅湖一直到南山南頭
叫三林大道，又係由東到西嘅，係嘛？咁遲早呢啲交通咧不斷快速嘅發展咧，地鐵咧佢唔可以話一條咁長，而家目前最長都係14號線啦，其他都係一段一段接駁。但係呢條三大城就係一個去朝深圳最西面殺到最東面就到大亞灣。大亞灣咁從中呢個11個站點，佢有經過好多，我同你睇下，佢接駁到有邊啲地鐵線呢？呢度咧我就同大家講解下啊。好啦，三大城寨完成嘅，而家深圳已經有咗地鐵嘅。你睇下，佢首先嘅 T4 紅站樓呢度咧，接駁佢有地鐵嘅11號線，仲有地鐵嘅20號線。一到咗機場東嘅呢個仲下一個站機場東嘅有接駁個地鐵嘅1號線，呢啲係深圳嘅嚇。呢邊咧接駁個仲有12號線、20號線、26號線啊，4條嘅地鐵線，前面2條。到食南中心嗰個站點咧，可以接駁13號線同埋25號線。仲有一個站點叫龍盛，佢接駁4號線同埋6號線。仲有萬志北咧，就可以接駁22號線。所以講到五和呢度咧，佢接駁5號線同埋10號線。白泥坑呢度咧，接駁21號線同埋18號線。好啦，再落嚟就大環嚇。大環咧接駁嘅3號線同埋14、16號線，屏山站咧接駁16號線同埋23號線，聚龍站咧佢可以接駁到19號線。19號線佢而家咧規劃好快就動工建設啦，深圳嘅地鐵好快脆㗎邊條線，所以呢度咧我可以見得到14號線佢會延伸到惠陽，但係呢條咧三大城寨佢係到大亞灣嘅呢個。照咁樣睇到肯定比上次我有講，可能比嗰個14號線仲快，因為呢個係地方行為城寨。本來咧地鐵33號線嚟講咧，佢動工佢有唔同，接過來比較艱難，但係要城寨嘅話接駁嚟非常簡單，就係兩個城市傾掂就 OK 啦。近期咧有上一次我有同大家咧就係去介紹過一個咧就係惠州嘅一啲建設，自從惠州市放權俾惠陽自治去呢啲城市規劃，包括道路一樣。咁肯定嘅，而家咧就係我哋見後最快嘅就係大亞灣。大亞灣相對嚟講，惠州佢仲有係受個惠陽嘅行政管轄權。因為點解佢一個道路目前最快喐手嘅你知嘅，大亞灣一個最大嘅2個工程。第一個就係龍海一路嘅延長線接駁嘅，而家龍海一路咧先係到咗西區嘅轉盤，佢接駁到嗰個叫三大鐵路嗰度去咧，呢一段已經投標完成噶啦，準備動工噶啦。呢個咧就耗資20個億呢一段，仲有一個咧就係龍海三路嘅東線，而家咧佢通咗龍海三路咧係通到比亞迪3期嗰度。而家咧佢又一直要過去，直插到邊度咧？直插到澳頭嗰度嘅嗰一段，有係投標完成噶啦，已經公司中標有一開建噶啦，都係呢兩條線加嚟將近咧投資50個億嘅。所以講緊呢個重大嘅，包括咧大亞灣嘅好多我哋叫點頭路填咗嗰度，全部都會接通。所以講呢啲就係大亞灣政府係非常之有錢嘅，佢引進咗呢條深寨城寨嚟講咧，當然就係意料當中啦嚇。呢個咧就係講到一個三大城寨啦。三大城寨亦都係深圳嘅大動脈，到時咧亦都係大灣嘅大動脈。咁好啦，即係基於呢個三大城寨，我哋就嚟講下到大亞灣呢邊幾個站點周邊嘅環境以及嗰啲樓盤啦。可以見到嚇，佢到深圳係聚龍站。再落來就石化大道站，再過嚟一個響水河站，再落來就係大亞灣站。佢係邊個位置？呢3個站點對於嚟講，香港朋友買到樓有幾大嘅影響？呢個其實最大影響就係深圳嚟呢度買到樓嘅，因為佢呢條咧真係可以深圳去到每一個角落嘅 OK， 中途可以接駁好多地鐵線㗎嘛，速度又咁快，係咪先 ？OK， 咁好啦，咁依家咧我哋嚟望翻。呢個即係話大亞灣嘅
一個站點就喺呢度嚇。大亞灣站點嚟講咧，呢個圖就係大亞灣嘅航拍圖，呢啲係實拍嘅線路咧，後面就經過佢好模糊嘅，我就加清咗嘅呢個站點，呢個真係真真實實航拍嘅。咁好啦，佢嘅深圳嘅站點區頭先嘅最後一個站叫聚龍站係邊個位置咧？就係呢個位置嚇，因為呢個山叫聚龍山公園，佢就同大亞灣交界。呢條黃線為界，呢邊係大亞灣，呢邊係深圳嘅坪山。佢聚龍山公園啱啱又係同啟德島同大亞灣交界。佢呢條咧粉色線呢條咧，佢就係叫深大城寨嚇，深大城寨。佢嘅聚龍就係呢個位置，聚龍山公園呢個位置，個過來非常近。到明年就通啦嚇，通咗之後佢有好多公交巴士都接駁到大亞灣。當然啦，我大亞灣呢邊可能明年先可以起建嘅，所以速度會比較慢，可能要2到3年嘅時間起好。但係咧，佢呢個三站電，因為佢明年可以通車，一樣可以坐公交巴士過來嘅。咁好啦，呢個聚龍山站下過來咧，第一個站點大亞灣咧，佢叫即係叫做石化大道站，喺邊個位置咧？嗱，就呢個位置。當時規劃呢個位置，因為呢度一個土地，當時咧佢有一個標籤咪打喺呢度。咁呢個啲周邊有啲乜樓盤咧？可以去到卓悅偉南海岸係比較近嘅嚇。仲有一個咧就係國灣雍庭，但係國灣雍庭嗰個樓盤咧唔係好建議，包括嗰個冠華城，因為呢邊咧就比較近深圳嚇，過嚟就係朝一線南深嘅呢個站。第二個站點咧，佢叫做向水河站。向水河站係邊個位置咧？嗱，就呢個位置嚇，向水河站就呢個位置。咁呢個三角頭呢度，向水河站呢個係第二個站點。呢個站點咧，佢周邊輻射嘅有邊度？包括泰豐舞馬湖呢個地方，就係泰豐舞馬湖非常之近嘅，嗰度好近。包括環水街苑呢個向水河站，而且去到三華連廣場咧，呢個地方咧都係3公里左右。都係比較近嘅，呢個咧就係向水河站周邊，我哋再晒樓盤。仲有一個咧，佢就係叫做大亞灣站啦。大亞灣站咧，依家嚟講未正式話去確定邊個位置。當然啦，呢個地方咧，三華連旁邊呢個咧就係全部行政機關，都設立喺呢度嚇，或設立喺呢個位置。但係咧，事實上嚟講，有可能會延伸到今次會延伸到呢個地。呢個就係叫有一個叫做三大鐵路嚇，以前係貨運，而家有改成名義，即係名運，已經佢建緊㗎啦。以後呢度咧就大灣可以坐火車、小火車，可以到惠州市嘅中心，即係好似西湖嗰個惠州西湖高榜山，就到嗰高榜山下嗰個叫深圳火車西站，嗰度就可以換乘咗，即係話嗰邊咧就去惠城區嘅邊個角落。都係比較方便嘅，好似可能會到嗰度接駁，都係鐵路對鐵路嘛嚇，所以呢個係城軌對埋鐵路。具體3個站點就係咁樣嚇。佢呢條三大城寨咧，我哋大亞灣電3個站點嚟講咧，本身線比較密嘅啦，因為佢個長度先係10幾公里就已經有3個站點，但係佢同地鐵唯一唔同嘅咧，就係站點比地鐵可能少啲。但係你個速度非常之快，160公里，站點有少，所以個速度好快。你話趕時間嘅，就可以坐呢條深大城寨啦。呢個深大城寨呢條路咧，亦都係我哋大亞灣原有嘅一條公路主幹道，叫石化大道。佢就沿住石化大道咁樣一直咁樣過嚟嘅。咁樣嘅徵收就徵收少啲地方嘛，已經有道路嘅。不過下面好上面好咁樣過嚟嘅話，佢就可以慳到好多地方啦。你如果遷到嗰啲居民區啊，呢啲高樓大廈嗰啲小區下底咧，咁就好難。或者上邊都好嚇，佢就沿住呢條路一直上來。呢個咧就係三大城寨。頭先有見到嚇，政府一啲回答個文件就好明確三大城寨。因為咧隨住一個時間一日即係話時間嘅推移啊，比如講深圳佢到26年完全就可以通車噶啦，三大城寨啦。係嘛？但係到咗呢個咧，就係大亞灣嚟講，就係一定要接駁，
政府俾咗定心丸，大家食啦。呢啲唔係話你香港朋友，因為好多嘅深圳朋友好關注嘅，因為你知道嘛，一個大亞灣起碼而家就係深圳翻工嘅人都達到10幾萬人喺度。點解會咁多呢？我就係一個叫龍崗城同埋卓越蔚藍海岸兩個樓盤加起來，深圳翻工嘅而家超過七萬人，7萬幾人。等等，仲有其他小區，基本上大亞灣都係深圳翻工嘅人買走咗嘅，買咗呢度住喺深圳翻工。所以講而家呢就係作為大亞灣嚟講嚇，我哋現時都已經係咁便利啦，係咪先？有西湖出行，我坐公交巴士到沙田地鐵口，再增加條大亞灣嘅嗰個三大城際接駁到大亞灣嘅。到時一接通咗乜概念？呢個房價會唔會升？你自己可以衡量啦嚇。按照依家嚟講，咁嘅價單已經係交通係咁便利嘅一個咁嘅交通軌道，係咪先？呢個就叫做三大城際，亦都係深圳嘅33號地鐵線啦。當然，依家嚟講，如果話真明年26年正式一動工嗰陣，你話房價會唔會升？大家可以衡量一下。畢竟嚟講，我哋大亞灣同深圳係一路之隔，號稱深圳嘅後花園，亦都係產業同深圳坪山就喺國家級嘅高山區係無縫對接。國家即係話大家都係國家級嘅，大亞灣又係國家級嘅經濟嘅發區，深圳又係嗰個深圳坪山又係國家級嘅高山區。所以產業慢慢咧會發覺，大亞灣嘅產業除咗比亞迪為首嘅江虹高旗、東風本田、萬華、周明科技，呢啲都係超大公司，包括環玉電子，佢所有員工係超過萬以上嘅，佢都係上市公司，全部係集中喺大亞灣呢度，南近深圳呢度。所以佢咧慢慢以後按照呢個政策，聽講會咁樣嘅，深圳到時會設立好多係大亞灣設立分公司，咧，佢就變成好多嘅人才咧會轉移到呢一邊嘅，因為呢邊嘅畢竟嚟講成本乜嘢係低咗，包括你公司開喺呢度，租地成本都好，租房搶房、租寫字樓成本都好，第一比深圳低好多，第二呢啲人嚟翻工咧，佢嘅生活成本又低好多。咁生活成本低，說明佢嘅工資咧可以調低少少，都好過去深圳翻工。呢個咧就係同深圳無縫對接，產業無縫對接。而家大亞灣已經為咗迎合深圳，就單舊年到而家有增加到3個產業園。之前我有同大家有介紹過嘅，真係靠緊深圳嗰度，睇到或者長沙等等，佢呢啲咧就係而家咧開始徵收嘅啦。嗰幾條村啊，真係發財嚇！一徵收一建產業園咁樣，呢個咧就係三大城際，到時會起到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一個意義啦，係咪先啊？之前一個期盼話14號線延長線，其實不如去呢個三大城際啦。當然啦，呢個城際要錢嘅嚇，佢唔同地鐵，就算上咗60歲佢需要錢嘅，佢同高鐵係一樣嘅，但係佢屬於係城際城市同城市之間，高鐵可以走得好遠，跨越好多個城市。但係呢個城際價錢，坐車票嚟講，咁比地鐵要貴少少，一定要貴。但係佢速度快好多，俾你多重選擇。你以前話最慳嘅成本，你可以坐地鐵、坐公交巴士。比如講我出多啲錢，咁我速度要快啲，我就坐城際，係咪先？再簡單啲，我坐巴士咯，西湖出行，係咪先？仲有一個咧，如果大亞灣呢個講當一定嘅香港朋友、港人朋友人數達到一定人數咧，佢一樣濱海公園旁邊嗰個惠州港嘅客運碼頭一樣會開嘅，係咪先？無非都係咁樣，你有呢個需求，有呢個客流量，所有都會開。便利到時哇！坐船可以到香港維多利亞港，坐船可以到珠海、到澳門、到深圳、到汕尾，5條線路做咗規劃好，只不過而家咧未達到。建落去之後冇乜人坐，咁唔係話建好呢個城要幾多錢，關鍵咧運營成本，係咪先？呢個先係。所以講呢個就係三大城際，
大灣地，佢有3個站點嚇，3個站點。一直以來咧就係講軌道，即係我哋同佢講嘅，因為軌道係乜嘢？就係因為你香港過來方便，就係交通啊嚇，交通啦。至於其他嘅，我之前都有一直同大家去分享過嘅，呢邊嘅樓盤發展啊等等嚇都有講過嘅。今次咧就係特登係分享呢個就係心底城寨啦。當然佢有好多嘅嗰個交通，之前都有講得比較透嘅，上有講過嘅。好啦，你要其他嘅問題咧，一樣咧可以諮詢偉哥嘅，可以加我視頻上方嘅微信同埋 WhatsApp 嘅，都係 OK 嘅，係嘛？記得睇完呢個視頻同我點個 like喎。今期視頻啊介紹到呢度啊，下期見，拜拜。